大家好，我是余淑纯，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这是中华的方圆，我伫这有熟悉到一个阿妹啊，伊非常的顶真捌代志，又搁真够读册。啊，伊甲我讲啊，因兜是伫咧卖不鸡卵的啦。啊，听讲鸡卵阁有分真侪种呢，无咱即马做伙来去捡鸡卵鸡啊！不鸡。阿顺，我来啊！嗨，你来啊？啊，我已经听到足侪鸡仔的声呢。安尼，咱即马是会当你内底捡鸡卵啊吗？袂使。啊，无咧。爱心换的啊。换鞋啊？倒一箱，这侪箱着。这箱。一箱。因为内底有真侪鸡毛。啊，恁是拢遮早就会来遮捡鸡卵啊？阮礼拜拢会来遮斗3工。礼拜。好，安尼我紧换我的，咱赶紧入去内底捡鸡卵。行，咱来行到慢啊！你会讲鸡哦？我毋是会惊鸡，我是感觉这一家伤侪食，才阁有烦恼影响。我感觉做有压力的。啊，恁拢袂惊这个鸡啊？惯是啊。已经惯，而且我头一摆来，我就感觉啊，你这团又足恐怖的感觉。足恐怖的，我会惊因会讲会从容走出来，甲我毒掉还是？袂啦。安尼因遮袂相拍？有时阵会，有时阵无。安尼恁敢莫阻止因相拍？被欺负的迄只，阮就会甲伊单独换到另一个房间。哦，就是恁会甲互欺负的迄只掠出来，嘿，就甲隔离啦。对啊。安尼恁遮有几种鸡啊？阮遮有白鸡、红鸡，搁有乌骨鸡。这是红的吗？嘿，这是红鸡。安尼啊，另外这边呢？这边嘛是红鸡。这边嘛是红鸡。嘿，红鸡的后边就是乌骨鸡，乌骨鸡会生这种卵，青色。哦，所以乌骨鸡会生青色的卵呢。我了准讲乌骨鸡生出来卵就是乌色的，我是青色的。安尼，咱为什么拢爱来巡食啊？哇！你讲我惊到，我当作是鸡的声。安尼，咱为啥逐工拢爱来巡食？因阮爱来遮看，敢有鸡受伤，有可能卡互笼子夹到。哦，互人啊去夹着。啊，恁平常时拢安怎巡这个鸡啊？安怎看？鸡安尼看，这样平行看，敢有鸡啊躺在地板。这是吗？这是咧困。哦，是咧困。因咧做。因会惊到。哦，所以咱伫遮袂当伤大声。嘿。啊，若伤大声，伊会惊因到。会惊着。然后就会死掉。哦，因会惊死。嘿。哦，安尼咱就是较细声讲的。嘿。哎，咱怎啊开始巡看有鸡仔，是爱规个身躯拢拍在倒的迄种吗？啊，像这边啊，这哪卡着无？这个我嘛唔知呢。这敢会枪？会啊。大家摆拢会枪。嘿，会拿刷子来夹，把这个灰尘刷掉。我甲营压灰尘的代志，我甲你讲，灰尘的叫营压。哦，把营压刷掉。赞。
对，不了。那，半有壳，一半没有壳。真的嘞。对呀，伊就是软蛋，然后又比软蛋硬一点点。哦，伊这个包好一点壳就生出来呀。哦，这个拿包一点点嘛，比两包较济一丝啊。对啊。我是较坑的，无等下往坏哦。来啊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！迄营养，雨风吹倒去你的身躯顶。是鸡啊！迄只可能鸡缸，迄只鸡块较大。有可能。我们现在这里有几公斤？恁家有鸡缸？有啊，有3四只。你莫太无啦。这样镜头看不到。伊今日收暖个下风哦。鸡块的鸡块甲鸡块的鸡块真正差足济呢。收下来一点。无啊，你要不要抓翅膀？你甲看嘞？阿明压好。哇，这就是鸡肝，鸡肝的鸡块，甲鸡母的鸡块，就大的。真正差足济呢。伊就是足水的。你我的口顶原放。那叫你喝酒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伊会伫我的口顶原放屎。好笑。起一天的大衣裤。今仔日我掠着一只鸡仔哦，阿顺，这鸡仔顶管这个红红的这个叫啥？龟鸡。鸡鸡，啊，其实嘛有人讲鸡鸡，哎，咱搁做伙讲一遍，这个红红的这个叫做鸡鸡。安尼鸡仔有分公的甲母的啊，啊，像这公的鸡仔叫啥？龟缸。公的叫鸡公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遍，公的鸡仔叫做鸡公。啊，那母的咧？龟母。母的叫做鸡母，啊，像这只是龟母。这只就是鸡母。嘿。啊，咱搁做伙讲一遍，母的鸡仔叫做鸡母。阿顺，你看，我这有2粒鸡卵，一粒较大粒，一粒较细粒。这大粒的是？一般的呢？啊，这细粒的咧？新安呢？细粒是新仔卵，啊，什么是新仔卵？拄会晓生卵的鸡生卵。哦，拄会晓生卵的鸡生卵叫做新仔卵。嘿。啊，咱搁做伙讲一遍，这细粒的这叫做新仔卵。大家拢学会晓袂？阿顺，嘿。啊，要安怎称？你甲我教。对，这种有毛的，爱用纸甲伊。甲切切咧。嘿。有时阵会有鸡屎。鸡屎。安尼。抠掉。安尼甲烤开。嘿。像这种，这嘛是吗？嘿。安尼我安尼敢对？对。哦，安尼烤开，啊，敢该切？爱啊。啊，像这鸡仔咧生卵，一工生一粒无？一只鸡一工生一粒。啊，像咱主要我估计生青的甲粉红色的。嘿。啊，白鸡生什么色？白色的。白色的。红鸡生红色的。红鸡生红色的。啊，你几岁才开始斗捡卵？4年啊。啊，
啊，你是家己，我头开问，你是家己自然买来，还是方便，还是方便来？我是看到薪水才来。哦，有薪水的啊！嘿恁做这有薪水的啊！嘿啊，像咱一箱会当趁偌济收费？ 15块，一箱趁15块，嗯，趁上济钱的是偌济800， ？800哇，嗯一工。嗯，啊，你是敢若看到薪水开来，才甲爸爸妈妈斗相共？无，啊无咧？因为家仔逐工拢有洗脑，所以袂使休困。安尼爸爸拢无咧休困吗？无，你会来这斗做，嘛是做捌代志的啊。你感觉你有捌代志吗？有，有。啊你，我看你安尼按领，你一箱已经读要满啊，你动作哪紧啊？因为想要趁钱啊。安尼我伫遐甲你斗相共，你要分我偌济？我敢有通分？没有，做当生的，安尼我就伫遮做血汗劳工啊。你甲我讲话，啊无你平常时咧捡的时阵，拢无人陪你开讲吗？无啊，啊无咧，无你拢安怎捡？就捡两啊，就一个人咧点点啊捡，点点啊捡。系啊。你敢相信我？我都一手牵。喂，哦，有哈，有，互你。我来教。两壳落入去啊啦！紧来啦，我拣出来。恁兜家己咧迄个咧卖鸡卵，安尼你敢袂去食外口的鸡卵？袂啊，我感觉阮兜的卵较好食，较 Q。外口的卵会有一种臭臭味。啊，恁兜会卖啊？我感觉无啦，嘿啦，有要安怎？你莫食。我就是要食有，我就是要试看卖，我莫食。一叔叔啊，安尼，咱的卵是倒落就好，感觉要做啥物动作？就倒落去就好啊。倒落去嘿，毋免拉。毋免啦，啊，你这菜是啥来教？我妈妈是你家己讲要学的吗？无，啊无咧，妈妈强迫你学的。对，妈妈惊我枵死。咱袂记你一件代志，咱拢无藏盐呢，对无？哦。咱是袂记藏盐。我无爱你这咸水哦。来，这个互你，你要这样。啊，你即摆咧啉咸的呢？咸笃笃你搁伫啉，啊你，好啊，小啊。按个这个无玫瑰花的型啊，咱互妈妈摇，倒一个是你真的。好，妈妈，你来摇看卖啊。你约看卖，倒一个是我做的，一个，白白一个哪水？你有男声吗？无爱的力量。这是有爱的玫瑰花呢。拢差不多呢。差不多，好啦，我啉。我头一摆食恁兜的卵。好食吧？嗯，袂歹听。人家无伊讲的我像外口的卵有，较臭臭味。阮这用心咧饲的。有爱的，这是有爱的鸡卵。真的。这个是我哥哥肉成，伊的优点就是数学就好诶。妈妈的优点就是做饭真好食。你昨毋是安尼讲的哦？你昨毋是安尼讲的哦？妈妈跟哥哥都是我的偶像，爸爸一点点。妈妈别生气，敢会做歹的？不会。袂做歹的，啊无恁兜像上歹？是，即马画面倒边一个，还是正边一个？正边啦！
啊无咱先做伙画魂，好啊。 OK， 我也要画。再个一支，要用什么画呢？要有笔。停，我要先画黑色。无，我无要画，我即摆要画魂的黑色。比赛开始啊无开始啊！ ？OK。你要先把魂的形搞出来哦。月晨，你甲中央补嘛袂嘛？较简单。把中间涂完。系啊，你甲阮的中央补嘛？哈，我想画太阳2号。你迄是啥？云啊，你迄是云吗？等下，我发现一个，为啥你的魂大家表情拢共款？我赶快呢。哪有无共？这个目睭较大，这嘿，个足细，这个伊的嘴足大，这个足细。啊，毋过我看下因的心情，到像拢无介好呢。我塞。啊，顺你怎咧画啥？爱心，你为啥要画一个心？因为我要积极向上。我俩阵讲是因为恁爸爸拢做用心咧饲鸡啊，所以甲画一条心呢。啊，毋过伊是乌色的呢，所以是乌心咯。无，毋是，毋是，无咧。因为阮兜的有乌骨鸡，安尼话咱画猫仔的头就好啊吗？会使啊。啊是要画几只的？乌骨鸡的鸡怎么写？啊好，鸡仔的鸡袂晓写。啊好，于是纯袂晓写鸡仔的鸡。我袂使，我也不会。你那是什么字啦？你看漂亮吧，浅橘色。爸爸，伊那种调这种奇奇怪怪。这40，可能遗传啊。我较早细汉画图嘛，拢乌的甲白两色，应该是安尼啊。这个咧？这就是，这嘛差不多。因为足自然的哦。这无法度控制。这个是我的弟弟，我唔知影伊伫咧创啥物。伊叫做余伟成。余伟成啊！毋过我唔知影，伊伫咧创啥物。伊叫缘投的，毋过伊活咧家己的世界。姐姐啊。这个是我爸爸，伊叫做余尚成，伊定定伫咧鸡寮内底照顾鸡啊，足辛苦的。最近有好好读册。有啊，有啊，啊，若无你到时也袂使，可能爱来做一道啊。袂啦。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回看站。3、2。哎，你在身上。萌萌点。我认输，我迄无体力啦。恁兜体力上好是啥？哥哥，哥哥。我补好。啊，哥哥甲伊啥体力较好？哥哥，伊第2，我第3，姐姐第4。恁兜生4个囡仔嘛？嘿啊。安尼，后摆想要接一间鸡寮，继续饲吗？阿爸讲嘿功课上歹，照顾鸡啊。来照顾鸡啊？嘿，我无，我想要做医生。你无一寡梦想吗？保育类动物师傅啊。你有啥物？你有啥物梦想？养足侪鸟啊。你想要饲足侪鸟啊？嘿。你敢有幻想过你家己是公主？有啊。无啦。有啊。
不过我爸爸拢把我的粉红泡泡给戳破。恁爸爸会甲你的粉红泡泡戳破？嘿啊，伊就讲公主拢爱去和亲，即马嫁外国到时嘛袂歹。就爱离开爸爸妈妈，我就无享处。无兴趣，所以你嘛会惊离开爸爸妈妈吗？嘿，因为看爸爸太辛苦，爱一直捡两，就麻烦的。就麻烦了。啊，你敢有想过，你有一天嘛是会离开爸爸妈妈？我想要出国留学。啊，你甲嫁去外国有啥物差别？哦，安尼啊，妈妈在放手头啊吧，今仔日。真的。毋过这嘛是足水的呢。系啊，这就是阮遮的名产。恁这个名产，冬天就是风足透的。系啊。像妈妈甲爸爸因做工课才无用，因敢免管你的功课？袂呢，袂。啊，有啥你的功课阁有法度遮好？我会控制家己的功课伫咧前10名内底。你控制家己伫咧前10名内底，嘿，你对你家己的要求遮悬哦。全班才28个人。因家己会知啊，应该伊若成绩好，以后选择的机会就侪；是。伊若成绩歹，以后选择的机会就少。爸爸就是感觉吼，这个世间就是遮尔大，伊喜意啥，毋是咱会当决定的。伊加看加听，伊以后去尝试，啊以后就知影讲伊家己要选啥。以后若是拢无要接的，不要紧啊，不爱食就莫食啊。伊家己若想要创啥，伊就去做。这畜牧业伤忝。伤忝。系啊，伊若会当有较快活，干嘛做这？我感觉家庭吼，你嘛袂当要求伊通啊，你着互伊感觉足快活，伊想要转来。伊想要转来就转来。哦，就是互伊一个温暖，互伊有一个若是失败啊，所以有一个互伊通好挖靠的所在安尼。对啊，对啊。其实我头一件看到阿顺的时阵，伊互我的感觉就是，伊是一个做稳重的囡仔，啊，而且非常的捌代志，伊非常的知影伊家己想要爱什物。其实这几工我甲安尼相处落来啊，互我上大的感想就是，耍就是爱认真耍，读册就是爱认真读册。因为像妹妹伊功课做好，伊将来毋捌落过第7名以外。啊，毋过伊若是要耍，伊嘛是有法度教我耍甲足认真的，所以我感觉就是把握当下做好你即马咧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毋通去错过每一个好耍的物件，也是有意义的代志。你我相拄伫咱一天，修成的红红的这叫做啥？龟架，龟架，叫做个龟架。这样是不是比较显瘦？我在后面一点是不是比较显瘦？不会，你在后面，你的电风扇，你的那个人从右边直接很小。1、2、3、4、5。